貴州南10天自駕遊1，廣東中山、廣西柳州、貴州。第一天，今次旅程我哋喺出發前上午8點正先喺中山三鄉嘅一樂茶餐廳食早餐。我哋一行4人開2台車自駕去貴州，主要目的地係去睇世界第一高橋花崗峽谷大橋。現在8點50分，我哋開車去廣西嘅柳州，距離係580公里，估計要開車6個小時嘅。柳州只係我今次旅程嘅第一站。今次嘅旅程，我哋嘅目標係去貴州花崗峽大橋，車程係1300公里嘅。開車3個半小時，我哋嘅車啱啱進入廣西省，就喺岑溪東服務區停靠休息同埋食午餐。食完午餐繼續前進。下晝5點，我哋開始進入柳州。5點半，我哋到達今日嘅目的地廣西省柳州嘅全貴酒店。我哋將車泊喺酒店整潔嘅地下停車場。酒店嘅大堂寬敞簡潔，呢個係全貴呢個品牌嘅風格。我哋打車去附近呢一家春記燒鵝食晚餐。佢嘅廚房係透明嘅，而燒鵝係可以媲美我哋廣東中山嘅燒鵝。呢一餐我哋4個人埋單230蚊，性價比相當高。晚上返到酒店休息。第二天，我哋喺酒店餐廳食早餐，非常他條，10點鐘先至出發去遊柳江。我哋用一個好經濟嘅方法遊覽，就係坐渡輪，佢哋呢度叫做水上公交。我哋嚟到南車道碼頭。水上公交有2條路線，我哋選擇1號線，係從南車道碼頭去到東堤碼頭，船費每位3蚊。船上滿乘客，船開啦，船往右邊駛，我哋向左邊睇就見到紅光大橋，呢個係廣西第一座懸索橋，2004年通車。繼續前進，我哋睇見文惠橋，佢嘅特色在於3個紅色嘅拱形結構。穿過文惠橋，見到右邊有2座塔，坐落喺盤龍山上，被稱為盤龍雙塔。跟住見到文昌橋，係2005年通車嘅雙向4車道公路橋。前面係湖東大橋，1989年通車，係上承式拱橋，有雙向4車道。最後見到白沙大橋，2018年通車，佢係單塔斜拉橋。佢有雙向6車道，形態優美，佢係被稱為柳州之門嘅。我哋嘅終點係東堤碼頭。東堤碼頭其實係位於白沙大橋旁邊。我哋嘅船靠近白沙大橋之後，就可以登岸，完成今次半小時嘅遊船河。今次遊覽柳江嘅船程，沿途欣賞幾座橋梁，兩岸風景清風隨來，十分寫意舒適。上岸之後，喺馬路同河邊之間有一段長長嘅綠化地帶，叫做東堤遊園。我哋沿住東堤遊園悠閒咁散步，享受呢度養眼嘅景色。大半個小時之後，然後就打車去5星美食街食午餐。我哋嚟到呢家五穀魚粉，食一個簡單午餐，4碗粉，食味唔錯，加飲品只係72蚊，性價比超高。之後2點鐘，我哋就去附近呢一家胡甜甜食甜品，然後就開始落雨，而且都落得幾大。於是我哋就取消下晝去柳侯公園嘅計劃，
3點直接打車返酒店洗衫同埋瞓晏覺。6點半，我哋嚟到柳州嘅萬達廣場，去呢度嘅海底撈食火鍋。記憶中，我係第2次去到海底撈呢個品牌嘅餐廳食火鍋。呢度嘅服務員態度熱誠。3分鐘就可以啦。對，3分鐘，煮久一點也可以，入味。今次仲見到服務員唱歌跳舞，幫小朋友慶祝生日。我對呢家餐廳嘅印象十分好。第3天，今日我哋要開車進入貴州，從酒店開車到我哋今日嘅目的地貴州嘅天空之橋嘉裕酒店，有403公里，係一段唔短嘅距離。不過我哋仍然唔算趕忙，10點40分先至開車，先開車半小時，上到柳州郊區山上一個叫柳州萬里江山嘅拍照點，俯瞰柳州城市嘅面貌。可惜景色唔算精彩，於是我哋開車落山。好快，我哋到達太陽村收費站。之後，我哋開上汕昆高速公路，展開今日長途嘅車程。我同老婆開車習慣係會經常停低休息，交換司機位置。今次休息就更加頻繁，差唔多每45分鐘就停一次。我哋停咗柳城服務區、德勝服務區、水蔭服務區、吉嶺服務區、新寨服務區。最後下晝6點15分，我哋抵達天空之橋服務區。呢個服務區特別華麗，呢度唔單止有加油站，更加有遊客中心，同埋我哋今晚住宿嘅地點嘉裕酒店。車友嘅車因為中途要離開高速公路，落到附近嘅城鎮充電，所以比我哋嘅車遲咗1個小時先至到。我哋喺呢度酒店大堂會合，然後喺酒店餐廳食晚飯。如果喺日間，我估計呢一家餐廳嘅窗外嘅風景應該好靚，因為佢外邊係見到天空之橋。只不過現在係夜間，外面黑暗，玻璃反光，所以我哋睇唔到外邊嘅景色。食完飯，我哋去到外邊嘅觀景平台睇天空之橋晚上嘅景色。天空之橋嘅夜景的確迷人。今晚我哋下榻呢家嘉裕酒店，房價368蚊，包早餐。多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轉發啦！